大家好，我哋係桌遊站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遊戲叫《天下名動》，遊戲人數係2至4人。天下名動將我哋帶返兵荒馬亂嘅日本戰國時代，當時群雄割據，各地大名築成團兵，各據一方，為咗擴張領土不擇手段。天下名動巧妙將呢段歷史背景化為遊戲，玩家增兵嘅過程正係模擬大名擴張勢力嘅決策。而遊戲最精彩嘅地方，莫過於對於政治嘅還原。遊戲設置：首先將地圖放喺中間，然後將所有金色嘅大城堡分數片數字面朝下運駛，然後喺地圖上每個空格放置一個，運駛所有嘅戰術牌，然後攞出遊戲人數+1嘅戰術牌，其餘放返盒入邊唔用。然後將所有銀色嘅小城堡分數片、武士刀片同埋援軍米堡放置一旁。如果進行3人遊戲，我哋係唔用4嘅刀片嘅；2人遊戲就會唔用數量3同4嘅武士刀片。然後每位玩家選擇一個顏色嘅骰仔同所有嘅士兵米堡，未被選擇嘅會放返盒入邊。然後由最近參觀過城堡嘅玩家作為起始玩家開始遊戲。遊戲流程：遊戲分為派兵同埋交戰2個階段。喺派兵階段入邊，玩家會輪流放置自己嘅士兵到地圖上，直到所有玩家都放置全部士兵，咁會去到交戰階段。派兵階段分為放置士兵同使用戰術牌2個行動。放置士兵行動，玩家會同時投擲自己嘅3粒骰仔，每回合最多可以重擲1次，但係3粒一定嘅一齊重擲嘅。投擲完之後，按照自己嘅意願將骰仔分為2粒一組同埋單丁1粒一組。單丁1粒嘅點數會決定放置士兵嘅數量，點數1同2會可以擺1個士兵，3同4可以擺2個士兵，5同6可以擺3個士兵。然後2粒一組會作為你係擺放城堡嘅位置。放置士兵嘅時候，建議將自己顏色嘅士兵一齊擺放，即使嗰度已經有自己或者其他玩家嘅士兵都可以繼續放置嘅。一般情況下，你必須要按照規則擺放指定數量嘅士兵。使用戰術牌，玩家如果想執行戰術牌行動，就可以喺可選擇嘅牌堆入邊揀選一張，放置自己面前並執行相應嘅效果。當你執行完相應效果嘅時候，就將你嘅卡牌面朝下放置，證明你已經選擇過卡牌啦。此後，該玩家就唔能夠再使用戰術牌。當一位玩家將自己所有嘅士兵放置晒落地圖之後，此後便會跳過該玩家嘅所有回合。交戰階段，從2號金色大城堡分數片開始，按數字小至大嘅順序結算佔領者。計算玩家兵力嘅時候，每個士兵米堡同援軍米堡嘅戰力都係1點，最高戰力嘅為之贏。成為該城堡嘅佔領者獲得金色嘅城堡分數片，第2名則獲得銀色城堡分數片。銀色城堡分數片係金色城堡分數片數字嘅一半向下取整，因此2號金色城堡分數片對應嘅係1號金色城堡分數片。派出援兵，結算完城堡分數片後，第1名嘅玩家會向相鄰地區自己有派發士兵嘅地方派出援兵。3、4人遊戲嘅時候，會每個城堡放置2個援軍米堡；2人遊戲則放置1個。如若該地區並沒有派遣任何士兵，第1名玩家唔會喺嗰個地區派出援軍。如果該城堡結算戰力嘅時候，只有1位玩家有派士兵，則該玩家獲得大城堡分數片，而冇人獲得銀色城堡分數片。結算城堡戰力嘅時候，如果該城堡有多於1位玩家係同樣戰力嘅，我哋會按照武士刀片嘅數量，武士刀片越多就為之優勝。當結算所有嘅城堡分數片後，遊戲便會結束。玩家將自己獲得嘅大城堡同小城堡分數片加總，最高為之獲勝。如果平手，則比較佢哋持有嘅武士刀片，武士刀片數量較多者獲勝。進階規則，如果習慣咗基礎規則嘅玩家，可以嘗試加入武將米堡同武將牌嘅進階規則。首先，遊戲設置嘅時候，每位玩家會移除2個士兵米堡，然後獲得自己嘅武將米堡，所以每位玩家會有16個士兵米堡同1個武將米堡。派兵階段，玩家除咗放置士兵同戰術牌外，會新增使用武將牌行動。放置士兵嘅時候，武將米堡會作為1個士兵米堡進行放置。因此，如圖示，我哋會放置2個士兵米堡同1個武將米堡。
不過喺交戰階段嘅時候，武將米寶係會作為2個戰力嘅士兵米寶計算嘅。玩家可以喺自己回合內使用自己嘅武將牌能力，但係每張武將牌只能使用1次，使用後翻至背面。以上係天下明洞嘅遊戲教學。如果有任何問題或者規則上有任何教錯嘅地方，可以喺下方留言話俾我哋知。拜拜。